由於泰國房地產市場發展蓬勃，呢啲分析家擔憂，佢哋認為1997年嘅經濟泡沫爆破可能即將重複發生。南華早報刊登咗瑞銀財富管理 UBS 研究集團嘅首席分析師卡爾 Beresford 嘅一篇文章，佢話到泰國市場嘅崛起係可以持續嘅。強健嘅泰國股市、大量嘅資本流入、財務槓桿上升同埋房地產嘅急速上升，呢情況就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嘅格局，響當時響泰國引起大規模嘅泰銖貶值。然而 Beresford 認為泰國目前嘅政治環境穩定，加上政府嘅190億泰銖嘅基礎建設計劃，呢意味住目前嘅投資週期將會繼續下去，至少係到2020年。雖然泰國政府開支已經引起一啲對經濟泡沫嘅關注，但泰國目前嘅基礎建設上仲有足夠嘅讓人投資嘅空間。呢個佔 GDP 44% 嘅溫和債務比例、家庭收入嘅上升、低價嘅商品已經增加咗外商響製造業嘅投資。另外，泰國有一個良性嘅通脹率，呢啲亦都係正面嘅指標。亞洲開發銀行曼谷辦事處一位高級經濟師認為，目前並未有發現任何值得關注嘅地方，而且住宅嘅價格指數並唔太高，外資嘅流入亦唔會導致經濟泡沫。